如果你聽日唔返工，下個月仲有冇收入？如果老闆突然話要裁員，你除咗更新份 CV，揾下一份工之外，仲有冇第二個選擇？好多人以為《富爸爸窮爸爸》係一本教人點樣變有錢嘅書，但我重新睇完之後，反而覺得佢真正想講嘅未必係錢，而係一個人點樣慢慢建立到有得揀嘅能力。今日我想用一個故事同你重新睇一次呢本書。故事由作者8歲嗰年開始。作者細個嗰陣，身邊有2個爸爸，一個係親生爸爸，受過高等教育，相信努力讀書，考好成績，揾份穩定工作，人生自然會越嚟越好。另一個係朋友 Mike 嘅爸爸，作者一直叫佢做富爸爸。佢冇讀過好多書，但後來成為夏威夷其中一位好成功嘅商人。最特別嘅地方係，同一條問題，2個爸爸永遠會俾出完全唔同嘅答案。當作者講我哋負擔唔起，親生爸爸覺得呢句說話冇問題，但富爸爸聽到之後就叫作者以後唔好再咁講。佢話唔好講我負擔唔起，要改問我點樣先可以負擔得到。親生爸爸會話努力讀書，將來揾份好工作。富爸爸會話努力學習，將來建立自己嘅事業。2個爸爸都愛作者，都希望佢將來成功，分別只係佢哋相信嘅人生規則完全唔同。如果作者得一個爸爸，佢可能只需要接受或者拒絕，但正正因為佢有2個爸爸，每一次答案都唔一樣，所以佢開始比較，開始思考世界係咪真係只有一套規則？呢個問題就係成個故事嘅開始。對一個8歲小朋友嚟講，2套人生規則其實太抽象。直到學校發生一件小事，作者先第一次感受到，原來有錢同冇錢真係會改變一個人嘅生活。班上有一個同學屋企好有錢，有一日佢邀請全班同學星期六去屋企玩，但最後作者同 Mike 冇收到邀請，原因唔係佢哋曳，唔係成績差，而係因為佢哋冇錢。作者冇大哭大鬧，放學之後佢只係同 Mike 一路行返屋企，一路討論一條問題。點樣先可以變有錢？2個8歲小朋友決定自己諗辦法。作者喺一本書入面見到鉛可以融化，於是佢哋開始四圍收集用完嘅牙膏管，拆開融化，再倒入模具，想整出硬幣。結果當然失敗。更重要嘅係，作者爸爸返到屋企，見到2個小朋友喺後院生火，即刻叫佢哋停，因為製造硬幣係犯法。作者以為爸爸會鬧佢，但爸爸冇鬧，只係問點解你哋要整硬幣。作者答：因為我想變有錢。爸爸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：如果你想學點樣變有錢，我教唔到你，你去問 Mike 嘅爸爸。我覺得呢一幕其實好值得停一停，因為作者一直以為爸爸乜都識，但呢一日爸爸第一次承認有一樣嘢自己唔識。更加難得嘅係，佢冇假裝自己知道答案，佢選擇將個仔帶去一個可能更識呢件事嘅人面前。下一個星期六，作者同 Mike 第一次去見富爸爸，佢哋以為終於有人會教自己點樣賺錢，但富爸爸準備教嘅第一課同錢幾乎完全冇關。星期六朝早，作者同 Mike 準時去到富爸爸間公司，2個人都好興奮，因為等咗成個星期，終於可以開始學點樣變有錢。但富爸爸冇帶佢哋入房，冇坐低，亦都冇開始講投資。佢只係問：你哋真係想學？2個人即刻點頭。富爸爸再問：願唔願意工作？作者以為工作只係學習之前嘅準備，於是又點頭。富爸爸安排佢哋去附近一間便利店工作，工作內容好簡單：整理貨架、掃地、補貨。星期六返工，每個鐘10仙美元，即係美金1毫子。作者一開始冇意見，因為佢相信真正重要嘅課堂應該放工之後先開始。第1個星期放工之後，富爸爸冇出現；第2個星期都係冇出現；第3個星期工作內容冇變，人工冇變，富爸爸仍然冇出現。作者開始懷疑自己到底係嚟學賺錢定係俾人搵笨。到第4個星期，佢終於忍唔住，佢直接去富爸爸，第一句就問：你話會教我，但你一直都冇教，我唔想再做。富爸爸聽完之後冇即刻解釋，只係問：如果你而家離開，你同大部分人有咩分別？作者完全唔明，自己只係想學點樣變有錢，點解突然變成自己有問題？
富爸爸再問：你頭先最嬲乜嘢？作者答：人工太少。富爸爸問：如果我而家加到1蚊一個鐘，你仲會唔會走？作者話唔會。富爸爸再問：10蚊？作者點頭。100蚊？作者繼續點頭。富爸爸冇再問落去，因為答案已經出現。工作一直冇變，變嘅只有人工。富爸爸想作者睇見一件事，好多成年人其實都係咁樣過人生，人工高就留低，人工低就離開，然後繼續等下一次加薪。我覺得呢一段最殘酷嘅地方係，佢唔係話返工有問題，問題係如果每一次決定都只係由人工替你決定，咁到底係你揀工作定係工作揀你？作者呢一刻先開始明白，富爸爸一直等緊嘅唔係佢學識賺錢，而係等佢感受到自己原來幾容易被錢牽住走。如果你覺得呢種用故事重新理解一本書嘅方式對你有幫助，可以順手幫我 like 一下呢條片。好，返嚟，富爸爸真正想教嘅，其實而家先開始。第4部分，從工作到資產。之後，作者繼續星期六返工，便利店、貨架、補貨、掃地，全部都冇變。但有一樣嘢開始變，作者開始唔再只係望住嗰1號，因為佢慢慢知道，富爸爸一路睇緊嘅根本唔係人工，而係佢點樣理解錢。有一日，富爸爸帶作者行去一間漫畫店，店門口放住一大堆睇完嘅漫畫，老闆準備全部掉晒。富爸爸問作者：你中唔中意睇漫畫？作者點頭。富爸爸話：咁你同老闆傾下，睇完之後幫佢整理好，再借俾其他小朋友。作者照做。好快，附近越嚟越多小朋友開始俾少少錢借漫畫返屋企睇。作者同 Mike 就咁開始咗第一盤小生意。但重點唔係佢哋賺到幾多，真正重要嘅係作者星期六冇去，漫畫仍然有人借，收入仍然繼續。有一次，作者問富爸爸：咁算唔算工作？富爸爸問：你有冇喺度？作者話冇。富爸爸再問：收入有冇停？作者話冇。富爸爸點咗點頭，冇講太多。但作者開始明白一件事：收入唔一定要等自己返工先出現。以前佢一直相信工作同收入一定綁埋一齊，而家佢第一次見到兩樣嘢原來可以分開。呢個時候，富爸爸先開始講資產。佢冇一開始就拎教科書出嚟，亦冇講好複雜嘅財務報表。佢只係問：如果有一樣嘢每個月都將錢放入你個袋，嗰樣嘢係咩？如果有一樣嘢每個月都將錢拎走，嗰樣嘢又係咩？富爸爸話：前者叫資產，後者叫負債。作者第一個反應同好多人一樣，咁買樓買屋應該一定係資產，但富爸爸話未必。如果一層樓每個月都要你不停供款、交利息、交管理費、維修費，咁對你嚟講，佢到底係放錢入你褲袋，定係不停拎錢走？呢度就係富爸爸、窮爸爸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觀念。資產同負債唔係單純睇見物件叫咩名，股票可以係資產，亦都可以唔係；樓可以係資產，亦都可以唔係。真正要睇嘅係佢最後令錢流向邊度，係流入你褲袋，定係流出你褲袋？所以富爸爸先會講，有錢人不停買資產，窮人只有開支；中產買負債，但一直以為自己買緊資產。富爸爸叫作者買資產，唔係因為資產呢兩個字聽落好高級，亦唔係話有錢人就一定要買樓、買股票、買 Bitcoin。資產真正重要嘅地方係佢可以慢慢減少你對人工嘅依賴。當你所有收入都只係來自一份工，你好多選擇其實都唔係真正嘅選擇。你唔中意份工，可能都要忍；你遇到一個好差嘅老闆，可能都要忍；你想停一停，休息一段時間，可能都唔敢。因為你一停低，收入就停。呢個就係書入面講嘅 rat race。表面上你好似一路向前跑，升職加薪，換更好嘅生活。但如果你賺多咗，同時使多咗，借多咗，責任多咗，最後你可能唔係更自由，你只係需要更努力咁跑，先可以維持而家嘅生活。所以資產真正買返嚟嘅唔只係錢，而係時間。時間多一啲，你就唔一定要即刻接受下一份工；現金流多一啲，你就唔一定要忍受一個完全唔合理嘅環境。選擇多一啲，你先開始有能力問自己：我真正想點樣生活？所以呢本書真正想講嘅，唔係叫你亂投資，亦唔係話工一定錯。佢想問你嘅係：你今日做嘅財務決定
係令未來嘅你多咗選擇，定係少咗選擇？如果今日重新打開富爸爸窮爸爸，你好容易會發現書入面好多例子已經同今日唔同。當年作者講房地產，今日有人買股票，有人買 ETF， 有人買加密貨幣，有人做網上生意，有人做內容創作。工具一直變，但核心問題冇變。如果有一日你唔返工，你嘅生活仲支唔支持到你？如果有一日公司冇咗你，除咗下一份人工之外，仲剩低咩？如果有一日你唔中意而家嘅生活，你有冇能力改變？講到呢度，富爸爸同窮爸爸其實已經唔再只係兩個人物，佢哋更似係兩種思維方式。一種思維會問點樣先可以有份更穩定嘅工，另一種思維會問點樣先可以令自己唔完全依賴一份工。一種思維會問我可唔可以負擔得起，另一種思維會問我點樣先可以創造能力令自己負擔得起。作者細個嗰陣以為有錢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，但後來佢慢慢發現，真正改變人生嘅未必只係收入，而係選擇。你可以揀做邊份工，可以揀同邊個合作，可以揀去邊個地方生活，可以揀花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甚至可以對一啲唔合理嘅事情講一句我唔做。但呢啲選擇唔會突然出現，佢喺好多年前一個又一個決定慢慢累積返嚟。每多一項真正嘅資產，就多一分選擇；每少一項負債，就少一分限制。所以我重新睇富爸爸窮爸爸，最後記住嘅唔係資產，亦唔係現金流，而係一條問題：我今日做嘅決定會唔會令未來嘅我有更多選擇？如果答案係會，可能嗰個決定就值得；如果答案係唔會，甚至令你越嚟越冇得揀，咁就算表面上賺多咗錢，都要小心。喺香港，好多人其實唔係冇努力，大家每日準時返工，日日 OT， 人工可能都唔算低，但每個月一出糧，租金、供樓、家用、保險、交通，一樣一樣扣完，其實剩低唔多。所以就算份工好辛苦，就算老闆好難頂，就算身體已經好攰，都唔敢停，因為一停，成個生活就好似即刻有問題。呢個就係富爸爸窮爸爸講嘅老鼠賽跑，唔係你冇跑，而係你跑到好攰，都唔敢落車。對香港打工仔嚟講，第一項資產未必係樓，未必係股票，可能係一項可以帶你去下一個地方嘅能力，例如銷售能力、溝通能力、寫作能力、分析數據嘅能力。因為一份工可以冇咗，但能力唔會即刻冇咗。當你有能力，你就唔只係等公司揀你，你開始有機會揀返公司，揀返合作對象，甚至返返自己想行嘅路。我覺得好多人其實唔係冇夢想，係想轉行嗰刻先發現自己被依家份人工綁住。你想轉去另一個行業，但新工作可能人工低30%。你想重新學一樣技能，但學習期間收入可能唔穩定，所以最後你同自己講算啦，忍多陣先。但忍多陣可能又會過咗好幾年。香港好多行業 OT 好似變咗基本要求，你夜晚8點走已經覺得自己算早。久而久之，你會開始覺得冇時間學新嘢，冇時間陪屋企人，冇時間諗自己想點生活，都係正常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所有時間都賣晒出去，你又點樣建立下一個選擇？一講副業，好多人就即刻諗到要賺好多錢，但其實副業一開始最重要未必係收入，而係訓練你唔只靠一份人工。你寫文章、剪片、做設計、教人英文、做網店，可能一開始只係賺幾百蚊，但嗰幾百蚊背後代表嘅係，原來你有能力喺公司以外創造價值。呢個發現本身已經會改變一個人。作者嘅故事由8歲開始，作者一開始以為自己想學嘅係點樣變有錢，所以佢去揾富爸爸，所以佢去便利店工作，所以佢學資產、學現金流、學投資。但去到最後，佢先慢慢發現，富爸爸一路教嘅唔只係錢，而係自由。如果有一日你唔中意而家份工，你可唔可以離開？如果有一日你遇到一個好差嘅老闆，你可唔可以離開？
如果有一日你想花多啲時間陪屋企人，你可唔可以離開？如果答案一直都係唔可以，咁真正限制你嘅可能唔係份工，亦唔係收入，而係你一直冇建立另一個選擇。所以對我嚟講，真正嘅財富唔係令你買得起更多，而係令你有能力離開你唔想留低嘅地方。如果你都睇過富爸爸窮爸爸，你最記得書入面邊一個觀念？可以喺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想我繼續用呢種方式幫你拆解更多值得重讀嘅書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